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感谢大家准时来参加。今日早起，咱要来请嘉玲执事来带咱做开始的祈祷。好，咱来同心来祈祷。我用华语来祈祷。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父神，感谢你，何等美好的清晨，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主光照我们，效法圣经里这些信心的勇士，他们纵使有难堪艰困的过去，但因信心使他们不平凡，因着信心，神使用他们成为国度的精兵。主，感谢你，在我们前面虽有许多的未知，但因有你照亮我们每一步，与我们同行，使我们靠主得以刚强壮胆。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咱今日要读的是希伯来书的第12章，要对18、19、29节，要请庐山长老带咱大家做伙来读。庐山长老的麦克风无开。OK。歹势，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恁毋是来到迄个望会到的西奈山，伫遐有火焰、密云、黑暗甲暴风，阁有喇叭的响声甲讲话的声。听见的人恳求上帝，毋通阁对因讲话，因为因袂当忍受命令因的话，讲连走兽甲磕着山，嘛着用针石头钉死。迄个景象非常通惊，直到摩西讲：“我惊甲皮皮喘。”搁恁是来到锡安山，仰望上帝的城，天顶的耶路撒冷，伫遐有千千万万的天使组织庆祝。恁来到上帝的大囝组织的会所，因的名已经记伫天顶。恁来到审判万人的上帝面前。到已经得到改造成最完全的义人的灵魂遐，恁来到新的约的中间人耶稣的面前，甲所有的火遐，这个火比阿伯的火所表达的搁较好。要谨慎，毋通拒绝咧对恁讲话迄位，遐个拒绝伫地上警戒因迄位的人。就袂当脱离罪，咱若拒绝对天顶警戒咱迄位，搁较袂当脱离。16节，迄时伊的声摇动大地，毋过当伊有应允讲，搁一遍，我毋若互地，嘛要互天摇动。搁一遍，即句话指明，遐所受的物。受摇动所受牵线，是要互遐个无受摇动的留落来。所以，咱着感谢，因为咱有得到迄个袂受摇动的国度，咱着照上帝所欢喜的，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因为咱的上帝是吞灭的火。以上。好，感谢。希伯来书，咱已经读到12章的最后一段，搁剩一章13章就要隆重读完。伫希伯来书，咱看到讲到耶稣是超越的人，超越的祭司，伊有超越的能力。咱看到伫1章、2章，甲天使律法书做比较，3章、4章甲摩西应允的迦南地做比较。5章到7章，甲祭司甲大上帝祭司利基洗德做比较；8章到10章，讲到耶稣是献祭的祭物，也甲新约来做比较，新约旧约做比较。11章到13章，讲到耶稣有超越的信心，咱因为耶稣得到超越的信心，会当甲咱所有这经过的苦难，会当来做一个典范。所以希伯来书，咱伫11章最后，咱有看到32节到40节，
讲咱就要用信心来面对胜利，因为这是上帝公义应允，互软弱的变做刚强。35节到38节，信心嘛，互咱面对失败、失去亲人，还是咱受关家、受冤枉、受这个磨练，但是信心互咱有缘来面对。39到40节，信心也互咱知影，嘛爱面对后来的人，咱看到头前人，家己爱有信心，后来的人嘛爱来面对因，所以就爱来将古早人的信心，就爱传到咱，传到后代，才咱达到完全。从12章一开始讲到信心，就是互咱跑走天路，仰望信心的开始，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然后爱来想耶稣伊安怎样会经历，伊安怎受人的侮辱，受人的冲撞啊。第40到13节讲信心，12章的40到13节，信心爱顺服管教，这个领受管教，互咱代表咱毋是外口偷生的，是上帝真正的儿女。顺服管教，也互咱活出上帝性命。经历管教完成，就当结出果子，是平安甲义的果子。14节到17节，信心互咱进入，也保持上帝恩典，就是追求和睦过圣洁的生活，就爱谨慎，毋通对苦毒、对心内底变做有毒菌，互咱就是贪恋世界，无失去这个恩典。用以扫做例，伊就是伫恩典的中间来出世。但是就真紧就来出卖伊的上帝予伊的恩典，然后等伊后悔存未赴，上帝一世人，上帝对伊的管教，就来转移到伫即个雅各的身上。咱会根据第12章的第2节，就自行看耶稣，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伊为着排伫头前的喜乐，无视忍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前，所以咱看希伯来书是一个互咱会当有得到信心来对耶稣。这个希伯来书的10个，这个更较水较好的这个经站呢，今日咱要看是最后一位是第12章的24节，最后咧讲是一个更较水的更美的信息更较好的所表达的更较好这个表达下面是通过耶稣的话所表达所讲出来，咱小等来看这段呢，犹原是第10章到13章实际应用包括就是爱用真心来到上帝面前，唔通超过甘愿激动这是第10章在讲的。就爱追念往日持守所信，这东西第10章，11章讲就是在信心历代信徒信心的榜样，12章是仰望基督，领受管教然后嘛是警告，所以希伯来书伊的写作都会先教导劝勉，最后还会再加上一个警告，这是一个对教囡仔一个最好就是爱要一个互伊知影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下面是事情的严重性呢，就是若拒绝上帝袂使唔通拒绝上帝今日这个唔通拒绝上帝继续来看，就是对暂时拒绝上帝恩典即马18节到24节讲到西奈山甲锡安山的比较，上帝过去伫西奈山降临，但是即马伊要互咱带到锡安山就唔通拒绝上帝要互咱的锡安山，佮要走倒去西奈山。然后25节到29节，唔通拒绝听上帝的声。上帝对咱讲话，上帝互咱听到伊的声，咱唔通拒绝伊西奈山的这个经验是伫旧约，特别是伫这个出埃及记19章到20章，生命记佮将这个场景对生命记的第4章到第5章佮讲一解。这个经验是互人，包括连摩西本人嘛非常的惊吓，但是天顶的锡安山是一个更较水、更较阴根的所在，所以就唔通阁想要登去西奈山，是爱超吹跑走这个天顶的锡安山所以前几天有讲西奈山可能已经换所在
但是不管换可能伫考古学家认为有另外一位是西奈山，但是咱嘛无需要为着安尼就爱走来走去，较要紧是爱走这个天顶的锡安山，新的耶路撒冷。25节到29节，上帝过去伫西奈山讲话时阵，对像的安怎境界拢有讲好，包括遮的野兽啊，遮的走兽拢袂当挖滚西奈山，这拢有功效的。上帝讲有准绳。何况天顶的锡安山，更较准绳因为天顶才是实体，地上的是影。旧约的上帝讲话时，地就摇动震动意思就是摇动，总是新约上帝讲话，毋是只有地摇动，天嘛要摇动。摇动是包括所有对天到地一切的受造物。这个受造物，上帝拢要甲伊摇动，摇动要做啥物呢？小等咱会当来看。所以咱有得到一个未受摇动的国，这个未受摇动的国就是不管上帝安怎讲话，这个所在是永远安稳、完全自在的。所以咱伫这个国的内面，就亲像亚伯拉罕所形成的是一个城，伊形成是天顶的家乡，天顶的圣城。信心的人，拢要伫即个信的城的中间，所以咱就爱伫即个未摇动的国内面，就爱来服侍侍奉，因为咱的上帝是火即个火呢，就是伊会当吞灭、毁灭世间的一切万物拄则有讲到即个上帝讲话地就摇动咱来看出埃及记的19章，同款的记载伫申命记第4章到第5章。摩西要临终的时阵，佫讲一解因来到这个西奈山的山骹，然后摩西去山顶见上帝，然后上帝吩咐因就要备办先准备，所以到了第3日的早时，山顶有啥物呢？有雷声，有声呐，有目云，有扫角的声。咱今日即马现代台语拢翻做喇叭这个喇叭我感觉这个意思是差真多因为迄个喇叭咱拢听，拢会已经联想到咱现代在听的这个喇叭但是也是讲吹喇叭嘛，毋是迄个是扫角因为伫摩西迄个时代嘛无喇叭是扫角，是用这个羊角用羊的角这个角是会旋转的就分迄个角声扫角的声非常响亮，营中的百姓拢着听拢战斗，摩西就带百姓出营，以迎接上帝要来见上帝。大家拢徛伫山骹，西奈山规个山拢咧庆宴因为耶和华伫火中间降临，火这个山顶所以这是一个有画面的，上帝来上帝降临迄阵还未搭会幕迄阵会幕还没有搭成，但是呢，上帝就伫这个西奈山降临。山顶的云，烟甲云一直上腾，亲像在烧的油共款。然后才咧讲的，规粒山剧烈摇动剧烈震动，规座山一直对动如果咱感觉这个403的花莲大地震一直摇，安尼咧到上帝面前嘛，会扛伫这个摇对大真叮当这个速度形态嘛，讲这个速度因祈祷了后，迄个所在就地震就震动这是正常的代志不要以为奇怪因为上帝表示上帝伊造访我们伫咱的中间，扫角的声19节愈来愈响，摩西讲话，上帝就用声音回答伊现在我用蓝色圈起来这几个字呢，都是在希伯来书当中12章有在出现的。所以在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起在强调那个情境，到今嘛希伯来书伊要强调的新约天上新的锡安山也是会有这些事情。扫角下摩西讲话，上帝用声来回答，然后20节上帝降临伫西奈山顶所以上帝领导然后摩西上帝就叫摩西上山，摩西一个人去哩，上帝对伊讲，就要落去经过。免得因挖过来看上帝，那安尼凊彩挖过来就侪人会死
所以上帝要颁布伊的话进前，他还是先爱这些人，怕他们不知者无罪，好奇想要像摩西一样上来。所以摩西上来第一句话是叫伊先搁落去，所以摩西有忝的，就忝的啊，伊爱去伫山顶，去到上帝讲，上帝讲即马落去，摩西几岁，80几岁，伊即马搁落去，然后搁对百姓甲因讲，上帝爱恁伫遮，无恁若凊彩走去啊，险彩就死伫半路。然后摩西对上帝讲，百姓袂当上山，因为你有经过阮伫山的四周围划定界限，使山成圣。上帝摩西讲有啦，你已经有讲，我嘛有交代。但是上帝甲摩西讲，落去你爱甲阿伦做伙起来，只有这些百姓袂当总起来到上帝家，免得上帝忽然出来甲因来抬死啊！因为若非圣洁，这是咱读的12章希伯来书12章14节啊，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已经回答摩西的问题。摩西的问题就讲，我拢无起来，但是上帝意思讲，因爱被清气，这百姓爱被叫上帝的话教导教示，所以因若起来，像乌撒去伸手去换这个约柜的这个牛车，结果就叫上帝击杀，因为伊无圣洁，伊无避凡心，伊毋是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啊。大祭司都唔敢去摸啊，因为大祭司他只能够洒血在这个约柜施恩座上面啊，这些角4个角上面。乌撒去呢用手去换，安尼一下就敢去高压电去摸迄个高压电共款。然后25节摩西落去就去百姓遐讲啥物呢？其实咱若看出来奇迹23，摩西下去时不是讲上帝说的这些话。摩西下去的时阵呢，伊除了讲这个话，伊个讲的就是第一届，除了我以外，你唔通别个上帝；第二届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啊。所以摩西落山的时阵，伊去头一届去西奈山，头一届落山，要讲的话嘛，唔是只有这2句话，要讲的话就是10条诫。所以回到这个场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有细呐雷声，这个目云、扫角的声，这个云这个冒烟等等，这个为着就是要颁布十诫，在十诫后面的这个诫命啊，包括大会幕，包括就安装有敬拜、属风啊，所以上帝是用这样大场面，用一个这个刚才互因看电影，但又不是看电影，那是真实的发生。爱因永远会记会牢，敢有比这个更加震撼的，敢有比这个现在这个情景，更加让人胆战心惊的。如果没有的话，上帝接下来要讲的话，每一句话都要注意听，这是上帝安尼的目的。所以咱看到这个情形，就是上帝要颁布伊的话，其实就是声音。最后希伯来书把它变成命令。上帝的命令就是要交代因，然后后壁讲，搁一摆上帝要来震动天地这是出伫哈该书的第2章对第1节到第9节。哈该就是在犹太人受掠倒转来以后，省长所罗巴伯在这个大鲁士王塞鲁士的这个命令之下，归回70年时间到，伊就转去到耶路撒冷。但是转去的时阵，圣殿已经趴远啊，所以就要重新起圣殿。但是所罗巴伯回来盖圣殿的时阵，盖了4年，停工了16年。所以上帝透过先知哈该甲撒加利亚，叫因爱袂使阁休困啊，恁拢转来要20年啊，圣殿连一个厝顶甲这个挂拢袂砍起哩啊。所以迄年的7月21日，上主再次借先知哈该说话，他要哈该转告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这个是现在这种译本都把这2个人的名字放上去了连职务放进去。大祭司耶书亚以及人民说，你们当中有人还没有记得以前的圣殿多么华丽吗？以前的圣殿是指大卫和所罗门所盖起来的圣殿，必须因中间70年70年前只要超过70岁，现在可能要变90岁了，因
可能会当看到迄当时所罗门的圣殿哈，罗里亚好这个华丽，其实也没有多华丽。好，跟真的所罗门那个时代哈比较起来，这个所罗门的儿子这个罗波安就可以让圣殿蒙羞一次的。之后好几个王都让这个圣殿哈不断的蒙羞。好，这个故事就是让读完希伯来书好，让来看历代志，就知道到底圣殿好发生什么事情，好就知道约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这是让2天之后让继续来看到是历代志上下。可是所罗巴伯、耶稣亚和这地的人民啊，你们的上主再三劝你们要刚强，努力工作，就是回来耶路撒冷这个所在，要认真打拼。好，唔通只有想讲有可能够用抓去啊，有可能又要像我们的老祖先一样，好被巴比伦王掳去，好又被这个波斯王掳去，现在希腊帝国要强盛，到时候哪一天要被希腊帝国掳去，唔免惊。因为我万国的统帅甲恁同在，恁对埃及出来时，我已经有甲恁利用，答应要常常甲恁同在。我现在犹原甲恁同在，所以唔免惊，不要怕。因在惊啥物？因在惊，阮到底回来当回来偌久？阮若无伫这个所在，嘛有真侪人无爱阮，所以后来才有这个尼希米用52天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就侪人。好，等着看好戏，等着要打败他们，所以大家都惊到要害。好，与其这样，好，不如他们先活在当下。好，所以一定要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上帝伫哈该书2章第6节讲，不久我要震动天地，摇撼海洋陆地，我要倾覆万国，把他的财宝带到这里来，使这圣殿富丽堂皇，世上的金银都是我的。这新建的圣殿要比旧的圣殿更华丽。我要让我的子民在那里过繁荣安定的生活，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宣布了。所以这些公那个耶稣时代的年代的那个圣殿所罗巴伯的圣殿，的确是比所罗门的更大，也更加的富丽堂皇，甚至到大希律的时候还下令扩建。所以到亚述的时代，整个圣殿是达到最高峰，比大卫所罗门的时代还要高峰。但是呢，亚述死不了，摩西这个定死是给升天没多久之后，当读这个提摩太后书，读这个希伯来书，就知道圣殿安怎样伫主后70年安怎样就无去。所以这个意思是讲，即马因伫耶路撒冷就散起来，就趴远的，就大行拢无。但是上帝透过震动天地，就是上帝安尼游，好像这个骰子，这样骰，重新洗牌。这个麻将打一打之后，重新洗牌，扑克牌重新洗牌。透过像这样子的程序动作，这个耶路撒冷卑微的地位要变成尊贵的地位，就是地上所有的荣华富贵，上帝给它重新洗牌。所以很多的成功神学的教会都很喜欢用这一节，就是说上帝要重新洗牌过去咱的教会就洗，现在上帝要重新洗牌，让我们的教会变成大教会。过去我们是贫穷，上帝重新洗牌，让我们变成富足富有。成功神学强调的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经节强调的是，这是上帝的教会，这是上帝的圣殿，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人的教会，是上帝。所以上帝他要做的是，让他的名再一摆得到荣耀。时间不够就讲到这。所以今天的经节18到29节，我们并没有来到一个可触摸的西乃山。现在犹太人、希伯来人，收到希伯来书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不是已经登去那个西乃山，有这个情形。那个情形是真惊吓，连摩西都讲他惊到皮皮喘。但是恁来的是锡安山，锡安山是啥呢？锡安山就是在大卫，他是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在大卫去做完之前呢，耶路撒冷那时候叫做锡安Zion， 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名字还没有正式出现，所以就以前有叫做撒冷王，叫做锡安，是一个锡安的锡安的所在。但是一直到大卫做王以后，才做耶路撒冷才开始做耶路撒冷
所以因来到这个锡安山是永活上帝的城，所以他做比较是天地的亚罗撒冷，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现在有千般的天使，但是那是上帝长子们欢聚的场所。这一句话呢，在和本翻译的非常好的神奇这是第几23节和本翻译说千万的天使，然后23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希伯来书12章23节和本可能再读个20-30次也没有办法去联想到正确的意思一下有总会，一下是共聚然后一下是义人的灵魂以色列表达的就是上帝现在大囝，上帝的长子们，其实长子们就是跟摩西一起出埃及活下来的人，这些都是长子们欢聚的场所但不是在指一个机构，是指一个总会但是这是指的是一个集会集会，所以咱的台语翻掉会所会所会所这些客观后台语的翻译又比较新所以又更好，它其实也是这个字。有时候也是拿来指教会基教会但是呢伊在表达的就是这个信耶稣的人这个接得到救的人因做会主接所在安尼嘛当然就是教会这个人的名写在天顶伊来到信奉上帝已经来到已经达成完全的义人的灵那里完全义人的灵不是指耶稣是指这些昨天我们讲的许多的见证人，就是这些像云彩般围绕着我们，他们都是已经达到完全，然后是义人的灵，比如说他们已经离开身体，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高雄的亚体。对不起，我今天又拖了一点时间了。所以24节，你们是来到新约的中间人耶稣面前，这个中间人呢，就是中保。中保咱进前有讲，在第6章16节、7章22节的中保都是指保证人，8章6节指的是中间人所以这个中保，我们听到中保先想，它到底是指保证人还是中间人？那这个12章24节的中保指的跟8章6节一样是中间人，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已经克服这个问题了，直接帮我们翻译成正确的新约的中间人。中间的意思就是在仲裁。在调停在做一个保证就在协调两方所以让赶快去到亚稣遐，就是让我们从旧约和新约，从罪和义、死亡和永生亚稣最大的中保。那个中间人他已经把他的血洒在那里，就是天上的圣城。而这个血呢，跟亚伯的血就是在昨天11章讲到亚伯的血。因舍信仍旧在说话，耶稣的血当然也继续在说话，而说的话就是一个更美好的信息所以才会出现所说的更美。现在最后一本说翻成更美的信息就是更较好，表达的更较好。25节，你们要谨慎，不要拒绝那向你们说话的那向你们说话的这个词态呢，就是继续还在说话。不是只有过去西乃山，不是只有过去希伯来书，现在上帝继续向我们说话，而如果我们拒绝就会被吞灭。那我们拒绝在地上的，我们不能逃罪；拒绝天上现在还在对我们说话的，更不能脱罪然后哈该书第2章，再一次不要震动地，要震动天。再一次哈该书的再一次这句话，表明被造之物要被震动、被移开那和本翻成挪去被移开是原来的意思不是挪去不是把它挪去，是移开，甚至它就是指除去所以所有被造之物都要除去，没有办法永留，只有在哪里呢？进去不能震动的国度28节而且我们承受了，这个承受了和本翻成得了，这个词的词态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但还没有得到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就是我们已经相信了，那 yet 就是时间点还没有到，所以我们承受不能震动的国就要感谢。意思说在教会就是这个未叮当的国度
进入教会就爱感谢，进入教会毋是直接度孤，直接终身养老。进入教会就是爱照上帝所欢喜的，最后28、29、29，用虔诚敬畏心侍奉伊啊，因为咱上帝是毁灭的火，烈火就是吞灭的火。咱若无伫教会以外，咱都会甲这个世间做伙去吞灭。但是咱伫教会以来，咱所做就算夏令营端一杯水给小朋友喝，这个事情都要被纪念。差伫对。伫外口，你管几啊百万、几千万、几亿去病院，去学校，去买救护车，这个代志拢会毁灭，去互上帝会灭掉。但是伫教会内面，你扫涂骹、拼便所、洗一块碗，上帝讲这个代志拢是因为伊的名来做的，所以上帝永远甲咱纪念。所以咱若有智慧，就知影，这伫教会所做的工，咱就爱把握。而不要上帝的教会讲更加凊彩在做，所以今日这段的信息在表达就是在讲着两件事，耶稣的话的信息比阿伯伊要讲的话更加水更加好，包括西奈山，互人真惊，但是锡安山是永远的上帝城，锡安山较好，包括这是所在是上帝大囝做伙欢喜住一个所在，会当讲天顶耶路撒冷对象就是教会。第三，伫迄个所在是耶稣，伊是新约的中间者，伊用伊的话，休伫迄个所在，就是用伊的宝血来掠杂教会，互教会会当受到耶稣基督的掠杂。第二个讲的耶稣，互咱新接，迄个未叮当的国，咱伫迄个所在就爱感谢，因为对象伫西奈山听到上帝颁布这10条诫，出埃及记23之后到34章，这个。这段因为听到话无去遵守的，大家拢爱去互上帝管教修理，袂当得享。但是咱若拒绝天顶甲咱讲话的耶稣，伊对咱的交代，就爱传福音，9万八是最伊的核心，就爱传福音到世间的落尾，到这个到地极耶稣要甲咱同在到世间的落尾。这个代志咱若无遵守，安尼咱嘛是爱去互耶稣来管教。所以上帝讲，伊要搁一届摇动天地啊，不是只有哈该、所罗巴伯那个年代，在教会当中，教会以外，上帝拢会摇动，但是嘛，不是讲所有的教会地震来都不会倒，嘛不是安尼，而是指在这个属灵上面，上帝产业，伫通过教会，咱会永远行伫天顶啊。所以咱就爱新接，咱会当进入伫教会，就爱感谢，用虔诚敬畏心来侍奉伊。所以今日咱看到得了更美的信息，就是锡安山比西乃山更美，上帝的儿子比地上的众长子更美，因为上帝的儿子亲自用他的血来献祭，而且来说话。第三，耶稣的话比阿伯的话更加水，耶稣的话嘛是上帝保血，是上。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上帝用自己的血，他是耶稣有上帝的 DNA， 所以这都是成为一篇更美的信息。而我们能够因为这样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地上的警戒不能拒绝，天上的警戒更要接受。上帝的话震动地也震动天，我们承受不能震动的国度，就是来到教会就应当侍奉。所以这些收信的希伯来人。在教会当中，即便现在尼禄皇帝发疯抓狂，然后把基督徒抓去打、抓去关、抓去当火把、抓去格斗场，跟野兽来竞技。但是呢，咱知影，咱为着教会伫教会所做一切，拢会久久长长踮伫天顶，因为上帝是吞灭的火、毁灭的火。上帝伫教会以外所做，拢会无去，但是伫教会所做伫耶稣的心上的，拢会永远保存。今日的经句是28到29节，所以我们要为承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度感恩。我们要按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毁灭的火，所以咱就感谢，因为咱有得到迄个未受摇动的国度，咱就照上帝所欢喜的，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因为咱的上帝是吞灭的火，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伫今日的圣经节看见为什么阮来到伫教会，
为什么教会有需要人的时阵，阮就爱来挺身而出。等教会需要同工、需要执事、需要有人来做长老的时阵，甚至教会需要有人做牧师的时阵，阮若受上帝呼召，阮就应该爱勇敢进前，因为这是上帝你的召命，也是上帝恩典。感谢主，互阮会当伫教会做伙学习，做伙读经，做伙早起时伫这个所在来组织。阮的付出，阮所献出的一切，上帝你也要纪念。也愿上帝继续呼召阮，也呼召敬拜性，互阮当出去招人来教会，做伙参与伫事奉，互伊会当得到迄个备受叮当、备受摇动、永远的上天顶的圣城、天顶的耶路撒冷，也为着今仔日要来举行等神像伊的即个日念火化，个别是安放礼拜，也求上帝你看顾保守，互一切拢会当，互阮搁较来孝念。阮的人生就要按照又来跑走头前的路，阮的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再见。谢谢牧师，谢谢牧师。